今日係2026年8月24號星期一，我係張靜欣 Anita， 為大家報道今日新聞630專題。美東時間8月24號下晝2點，即係香港時間8月25號凌晨2點，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將正式召開新聞發佈會，向全球公佈一個對伊朗所謂嘅史上最嚴厲嘅具體次級制裁方案同執行細節。對此，中國官方已經回應稱制裁同埋施壓無法解決問題，而伊朗方面則嚴厲斥責呢個係美方軍事失敗之後嘅經濟戰，並且警告若果海灣鄰國配合參與，伊方將鎖定波斯灣能源運輸路線，發動報復襲擊。呢個確實係近期國際地緣政治嘅一大重磅焦點。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正式預告咗美國政府戰略重心嘅重大轉變。